靜晶，危險人物2.0。嗱，班徒弟咧就會咩出翻個位置，睇住幾時出入。咁時間計翻咧，你喺蛋撻嗰邊傾上行翻上嚟咧，個鐘頭咧就喺中間嗰個嚟遠嘅，跟住就係鳩你咁面，咁死婆啊！我屌你老母啊！我屌你個咩粗叉啊！你個死婆！我一中你坐監啊！有死婆咧。就一樣自己係把闊太冚家產嚟㗎，冇撚嘢做咧，就搞嗰啲細路，俾細路讀書，唔俾個細路寫字，而家華人咁冚家產啊！我打電話告鳩你啊！你冇鳩住我啊！你騎劫我啊！你冇同你搞鳩我啊！係咪啊？我屌你老母啊！我打電話拉過嚟睇一次啊！屌你老母！就係佢話，其實咧成單嘢咧，佢同佢老婆一齊協調咗嘅，咁咪協同去即係去解決自己嘅咁樣。咁因為香港嘅法律咧，就如果你協同去做呢樣咁嘅嘢啦，協同輕生啦，咁咧就可以咧就將呢一個謀殺咧就降為誤殺嘅。咁但係呢個協同咧必須係雙方同意嘅，即係你唔可以話一個人，如果譬如講話佢自己做嘅，我哋就話我同我老婆約咁但係睇到佢老婆咧，因為中間話咗我要你再揾啲冚家產律師咧，嗰啲師爺仔咧，剪係格啊！大水水格啊，咁樣讀啲師法律咧，跟住咧就諗住集撚住你個口，係你夾埋班臭差佬咧，就為嗰班死臭婆香港全部深圳咁樣跨境買淫跨境詐騙嗰班咧，開緊戰交會咧，就係再冚撚住嘢，再全部揾得話再有啲律師咧，嗰啲師爺閪咧，師爺仔嘅臭最冚家產嗰啲，上嗰啲臭文件咧。交本書集撚住個口，而家就做緊呢啲嘢咯，佢哋喺度，我全部計晒出嚟㗎啦，我揾大佬用住人嘅大耳窿啦嚇，係啊，就去咧捉咗佢廉政公署講我睇下搞乜嘢嚟㗎，廉政公署出動，廉政公署出動，然之後佢再寫廉政公署出動，成個過程就係咁啦，咩即係佢突然間係乜嘢都唔知嘅。佢個講法咧就話咧，佢係嗰日咧就覺得自己係俾人跟蹤嘅，佢去呢個洗手間咧就係要擺脱跟蹤者嘅。咁佢話咧，佢整個勒死佢嘅老婆嘅過程入邊咧，佢係只係見到咧係大佬許推緊佢老婆落個井度，於是咧佢喺度同個大佬許喺度搏鬥緊嘅。咁而咧所有嘅嘢咧就係咁樣啦。到佢醒翻嘅時候，知道個原因咧，其實就要講下，都有好多嘅精神科醫生嘅報告，其實就係呢單案嘅關鍵所在啦。因為佢其實自己咧，被告咧係並沒有俾任何證供委庭到，即係。Professor Tan 啊，呢個教授嚟添啊，又係精神科醫生。咁佢咁講嘅，佢話咧冰毒咧係真係可以引致到精神一個異常嘅，就算咧呢個症狀咧可以係好短暫，即係佢突然間好短異常完之後咧會正常翻嘅。被告講過啲乜嘢？好啦，咁呢個咧就好深嘅，冇咗。With depression, it feels like every day you'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. 將呢一個情況去話俾第一個見你嘅醫生聽啦。點解你過咗咁耐先講咧？係咪即係作出你喺邊度咧？咁就嗰班傻狗嚟㗎，嗰班傻狗咧就係嗰班豬，嗰班傻鳩豬、白痴婆、戇鳩婆咧，叫佢粗啲知識，粗乜嘢？嗰班傻婆你粗你老母啊！都阻撚住晒啊！叫班傻婆喺度，搓啲左嘢出嚟，搓啲奸淫擄掠，偷下拐騙，搓啲陀地啊、大耳窿啊出嚟收數啊、搞事啊，睇衰啲人啊，做賤溝格嘅嘢咯，輸咗班人渣出嚟咯，乜都冇操過啊！佢識撚計啊！你傻嘅，有班冚家鏟傻嘅，捉班就坐監啦！嗰班傻佬啊，你問清楚佢叫咩名啊？佢嘅 number 機票 number 號碼。做一班冚家鏟死臭叉傻㗎，捉撚晒坐監啦，撚晒俾面佢哋㗎，撚晒俾面㗎，捉佢坐監啦，係啊，嗰班人整班陀地出嚟收數㗎咋，大耳窿嚟㗎，係啊，整班豬嚟出嚟殺人放火，奸人擄掠㗎咋，唔撚使俾面佢哋㗎。究竟呢個係啊，關員就強姦咗人哋，跟住咧人哋報警回警咧，仲要去屋企再強姦多次人哋，跌落嚟，佢就係做呢啲咁樣嘢咯，嗰班傻婆。傻佬傻警，係啊！你公安做呢啲嘢㗎，我再開個新聞俾大家聽。大家都知道嘅，即係所以嗰個。唔該，查嚟嘅，嗱，趁你睇住咧，及住喺窗門口咧，嗰個咩醋炭咧，
揾人過嚟你屋企咧，就搞你屋企門口。以前星島日報你 Lucas Park 咧，你出撚咗去翻工放工咧，佢就揾人搞你屋企門口。判嗰套戲啦，想知道嗰你一放工咧，佢就走去搞你公司門口。點啊？係啊，咁啊，冚家鏟陀地咧，夾埋班臭鬼，同埋死臭鬼同埋印度鬼咧，就係喺度串謀咧，大耳窿咧就串謀謀殺嘅。係啊，小冧新呢班人啊，小冧心啊，班冚家鏟賊嚟㗎。係啊，你去東咧，佢就揾人去你屋企搞你屋企㗎啦。你放工咧，去揾人搞你鋪頭。咁佢自己都係要。其實你唔喺度，喺度揾人搞鳩你嘅喺你嗰度院連度，佢黐撚住你，一個翻工，一個咧就住屋嘅地方，兩邊咧就搞鳩你屋企，拖地，加大耳窿，嘅收你啲嘢，嘅搶你屋企，搶你屋企，搶你屋企，搶晒你屋企，跟住咧就走去咧揾啲老細投資小撚心啊！邊個 invest 小撚心啊？邊個投資啫？小撚心啊！加拿大溫哥華 David， 即係你係一個市民，因為你本書number 1 2 3 4，咁啊冚家鏟你喺嗰度啊，同班差佬，同班差佬賊嚟㗎，成班冚家鏟，就圍埋班陀地喺 Richmond，就圍埋班雞咧就綁撚住班臭雞，就為死人跨境賣淫集團，就搞衰啲細路仔，唔俾細路仔讀書寫字㗎，唔俾細路仔讀書寫字，打撚死細路仔㗎，班冚家鏟 Richmond 班死差佬，係啊，珍珠冇咁真㗎。全面報導，全溫哥華，全世界報導。跟住而家強姦細路，強姦嬰兒，強姦兒童，跟住 hit and run，就做呢啲嘢咯。喺一個油麻地嘅71便利店度出現，但係當時咧，佢同團叫人哋佢買咗平時嘅阿媽又落翻去啊嘛，咁所以佢呢個案件咧，佢媽係應該係揾咗一啲佢丈夫以前嗰啲同學啊，係分析過啊。咁亦都係佢先做警察嘅人，佢一下就已經知道你有咩問題啦。個男仔係唔通噶嘛，咁樣講，係嘛？咁所以佢哋就將呢件案咧就特別去處理啦，就特事特辦啦。咁就將呢個案件咧就揾到負責嘅人，就將佢調咗去處理好。咁我哋雖然咁講啦，即係普通人家可能就即係你而家你哋聽你一定會覺得哇，呢個有普通人家冇咁樣嘅特權，咁就冇得調查啦。咁有陣時啲嘢都係好難講啊，因緣巧合。即係主要佢哋警隊入邊都有佢自己嘅運作，係咪？一定係自己有係要即係照顧下啲細路哥啊咁樣。咁好啦，咁啊警方就當然啦，都係接咗手之後就會查啦。咁佢哋咧就會去一定問嗰個男朋友啦。呢個就係會唔會呢一個死者強姦勒索、虐待兒童、恐嚇勒索、奸淫擄掠就做呢啲嘢咯，奸淫擄掠不停做呢啲嘢啦。佢仲有同其他人交往㗎，跟住同其他人嘅感情都好好，甚至乎有一兩個咧都同佢求婚嘅。咁所以就一路喺度刺激緊佢咯。租咗跑馬地啊，亦都講埋呢個係關係㗎。你住當嘢就喺度呃神鬼啦，就係佢6日之後，呢個租嗰個地方咧，即係事發6日之後就唔租啦。連嗰12,000蚊嘅按金佢都唔要，翻去灣仔同屋企一齊住嘅啫。因為好明顯佢已經知道佢依戀嘅人唔喺度啦嘛，佢係最清楚唔喺度噶嘛。咁其實你可以講一講呢個姓蘇嘅人嘅背景。呢個打蘇嘅人嘅全名叫蘇俊洲，咁咧佢曾經任職電腦公司咧係一個採購嘅人員嚟嘅。咁咧但係佢死嘅時候咧佢都冇做嘢㗎啦，就冇業嘅，就靠積蓄為生嘅啫。咁佢結咗婚啦，頭先講佢係個太太個女得8個月嚇。咁一識咗呢個死者之後咧，即刻咧好快咧搬去跑馬地住啦，因為想黐近呢個死者。咁咧其實佢點識咧就係一個急救嘅課程裏邊咧，死者同佢一齊咧參與嘅課程喺裏邊識嘅，識咗好短時間就發生關係同埋成為情侶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講到嚟呢度啦，咁啊我諗你哋。因為佢嚟咧生活當案嘅時候咧，咁咧就選擇咗去失蹤人口調查組嘅。咁啊嗰個咧純粹記錄佢嘅人生，即係佢就不嬲都係一個警察嚟嘅，喺度退咗休，亦都係當時係冚家產嚟㗎，冇撚嘢做咧，就搞嗰啲細路，唔撚俾細路讀書，唔俾佢細路寫字，而家華人咁冚家產啊！我大家會告鳩你啊！你冇撚鳩住我啊！你騎劫我啊！你冇同你搞鳩我啊！係咪啊？我屌你老母啊！我大家會拉過嚟睇一次啊！屌你老母！你冚家產咧，咩讀書寫字啊？喺度搞嗰啲細路，嗰啲陀地啊，強姦勒索啊，恐嚇勒索啊，強姦勒索啊，佢係搞班差佬
撚晒，差佬邊呢個差佬啊？攞件number出嚟，邊撚過嚟㗎？先生，如果你廉政公署出動，廉政公署準備出動。跨境賣淫啊！廉政公署可以跨撚埋過嚟呢度望一望，睇下嗰班冚家產做乜撚事？個幾塔撚咗去班冚家產，再揾啲冚家產律師咧，嗰啲事業仔咧，剪係格啊，跟住黃皮格啊，咁樣讀啲司法律咧，跟住咧就諗住執撚住。The Wong are just 係啲夾with the Wong account. 就 Amazon, 為埋嗰班 the IT behind the scene. They stick with the other people with the Wong account. 開間戰教會咧，就係想冚撚住 Be 嘢， careful, 再 Amazon. 串謀特登話再有啲律師咧，嗰啲事業係咧，事業仔嘅籌罪冚家產嗰啲，上啲籌文件咧，戰教會書集撚住口，而家就做緊呢啲嘢咯，佢哋喺度，我全部計晒出嚟㗎啦，魔鬼無所作用。係啊，我廉政公署講我睇下搞乜撚嘢啦，而家廉政公署出動，廉政公署出動，廉政公署出動。所以另外兩個朋友都冇幫忙啦，後邊開兩個人之後就翻咗屋企，翻到屋企之後發現啊，自己嘅父母又因為錢喺度嘈交，而佢阿媽咧直接瘋狂用把嘴喺度輸出啦，令到佢老豆無言以對。咁對於啲咁嘅場面，何燕鵬已經習以為常啦，因為喺佢記憶中咧，佢父母一直都喺度嘈，而點解？揭開迷霧，係咪就可以睇清真相？2024年嘅4月，日本發生咗一單極其惡性嘅案件，一對50幾歲嘅日籍華裔夫婦被殘忍傷害，丟棄喺深山老林裏邊。為咗等顧客嚟自己嘅飯店消費，寶島夫婦甚至仲會詆毀其他嘅商家，話其他店鋪用嘅材料都唔好，又劣質又唔新鮮。繁華嘅路段行走，去到9點30分，一個相熟嘅男子喺亞美行商業街度回應。曾經喺四川嘅綿陽市，一位被判處死刑、緩期執行嘅女囚犯，喺法律上原本係半步都唔可以踏出監獄，但佢竟然可以喺入獄短短38日之後，唔單止可以自由出入，甚至仲可以搭飛機去外地傾過千萬嘅生意。佢可以令看守所嘅女副所長心甘情願咁做佢契媽，又可以將一個男獄警徹底征服，甚至發展成秘密情人，為佢奔走，為佢違法。今集就當我哋一齊翻到1994年嘅四川綿陽，深入呢宗比小說情節更加離奇嘅案件。喺2020年嘅紐西蘭發生咗一宗轟動華人圈嘅案件，一位新嫁過億嘅女富商喺自己架車嘅車尾箱被發現，當時佢死狀極其慘烈，頸部幾乎被斬斷，身上遍佈刀傷。隨住警方嘅深入調查，一個複雜嘅關係網絡逐漸浮出水面。佢嘅前夫、細佢8歲嘅商業夥伴兼情人，同埋佢一位前男友，3個同佢關係密切嘅班友啊，連屍都加埋㗎會，係會奸屍㗎，醫院都俾佢搞衰埋㗎嘛，係啊，少數呢班人會奸屍嘅，即係強姦屍體嘅，先奸後搶啊，再搶埋奸屍體裏邊嗰啲金器啊、玉器啊，小撚心呢班人啊，傻㗎，係啊 ，iCloud 裏邊嗰班友啊，夾埋呢班醫院嗰班友想奸屍，攞晒啲資料，加埋你條屍啊，小撚心啊！已經離世嘅女人。強姦女人先。2002年11月30號，陸羽茶室同往常一樣迎嚟咗第一批客人。陸羽茶室係當地有名嘅婦人社，嚟到呢度嘅人一般非富即貴。呢日一排清早，一名身穿白色外套、黑色西褲嘅青年嚟咗茶室，跟住就到咗14號，叫咗2籠點心。令人疑惑嘅係，男子嘅心思根本唔喺食堂上面，反而不停咁打量四周，好似喺度等乜嘢。一輛黑色嘅勞斯萊斯停喺咗茶室門口，2名富商由車上下咗嚟，當中一名口入仲標住一支雪茄。入咗茶室之後，2人徑直走向咗屋入邊，盡頭靠近廁所嘅18號台。茶室嘅伙計見到呢個情況，都好熟咁向2人端上咗茶水。2人聊完合作項目之後，
就各自睇報紙。就喺呢個時候，14號台嘅青年男子望咗下手機之後，即刻起身去到吧台買單。青年男子拋落一張100蚊嘅港幣，茶室嘅伙計本來準備俾零錢，但係無意中發現咗一個帆布包，諗會係邊個客人遺失嘅。有喺貨位。I vape, but I don't like meat. 班傻狗咧就叫咁樣豬，班傻鳩豬、白痴婆、戇鳩婆咧，叫佢粗啲知識，粗撚嘢。班傻婆咧粗你老母啊！都做撚住晒啊！叫班傻婆喺度粗啲做嘢出嚟，粗啲加入腦量，偷下拐騙，粗啲陀地啊、大耳窿啊出嚟收數啊、搞事啊、派衰啲人啊，做賤溝格嘅嘢咯，豬有班人渣出嚟咯，乜都冇粗過啊！佢識撚計啊！你傻嘅？有班冚家鏟傻嘅，捉班冚家坐監啦！嗰班傻佬啊，你問清楚佢叫咩名啊？佢冧把機、冧把號碼，仲有班冚家鏟死臭叉，傻噶，捉撚晒坐監啦！唔撚使俾面佢哋噶，唔撚使俾面噶，捉佢坐監啦！係啊，嗰班人整班陀地出嚟收數噶咋，大耳窿嚟噶，係啊，整班豬嚟出嚟殺人放火。甚至以此令到沉浸喺節日嘅溫馨氛圍中。不過喺柴灣魚欄村一個公屋單位裏面，一場本應係家庭團聚嘅喜悅，卻演變成一幕震驚全港嘅血腥面咯。當晚，一個女人喺極度恐懼同埋絕望當中，用鉸剪同埋鐵錘結束咗自己心愛多年嘅男人嘅生命。而瞬間，呢宗案件嘅情節極度恐怖，手法兇殘，究竟兩人有咩愛恨瓜葛？喺前方遠衝過嘅女人，一步步到黑暗崩潰嘅邊緣。專登呢宗案件嘅生命甚至剪斷埋佢自己專登，生命甚至剪斷埋佢自己專登。呢宗案件嘅生命甚至剪斷埋佢自己專登。呢宗案件嘅情節極度恐怖，生命甚至剪斷埋佢自己專登。呢宗案件嘅情節極度恐怖。你放工咧，去揾人搞你鋪頭。就算你唔喺度，喺度揾人搞鳩你喺你嗰度要呢度，佢黐撚住你，一個翻工，一個咧就住屋嘅地方，兩邊咧就搞鳩你屋企，陀地，搞大耳窿，叫收你啲嘢，叫搶你屋企，搶你屋企，搶你屋企，搶晒你屋企，跟住咧就走去咧揾啲老細投資，小撚心啊！喺美國洛杉磯有一個叫做塔澤勒嘅社區，呢度綠樹成蔭，街道又闊，坐落住一棟棟價值幾百萬美元嘅豪宅，係無數人嚮往嘅美國夢縮影。不過喺2023年11月，呢份寧靜被一宗極度殘忍血腥嘅案件徹底撕破。故事嘅開端就好似一部恐怖片嘅場景，一個拾荒者喺抄一個商場垃圾桶嘅時候，到底係窮可悲定係鬼可怕？喺香港買呢個傳統咁幾多，一般人都會對兇殺避之則㗎。不過當然係百貨應百客啦。喺樓價高企之下，好多人為咗可以盡快上樓。汪靜靜危險人物2.0。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度咧，咁佢就好不幸啦，就去咗做我哋叫做援交嘅呢一個嘅，即係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叫做工作啦，可能係叫做即係嚇，咁啊就叫援交工作。咁啊，Martin你可以講少少點樣運作嘅俾大家聽下啦。我唔係話你熟啊，我唔係話你熟啊，我唔係話你講，我唔係話你好知啊啦，呢隻，但係呢個你講少少嚟聽下，即係援交。邊個要翻份小撚心啊？邊個投資者？小撚心啊！加拿大揾個人 David。佢一啲網絡我説兩百蚊做飛貨，嗰班冚家鏟匿喺嗰度啊，同班差佬，嗰班差佬賊嚟㗎，成班冚家鏟，圍埋班陀地喺 Richmond，就圍埋班雞咧就綁撚住班臭雞，就開一4一跨嘅賣淫集團，
晒，搞咁但係錯啲細路仔唔俾細路仔讀書寫字㗎，唔俾細路仔讀書寫字打撚死細路仔㗎嘛，家產會全部死差佬。喺個網上嘅討論區咁就全面報導，全民報導，全世界報導。有個朵嘅，咁啊就叫做有啲人上去貪污，咁咧就有啲人上去同啲差人，嗰啲有一班師傅先上去夾埋一齊貪污嘅，嘅貪污案咧，跟住再喺香港同深圳嗰邊咧，撞咗個大嘅車禍出嚟，咁啊媽媽就當場死咗嘅，強姦啲細路犯，咁佢都慘嘅，強姦細路犯，跟住搞 GG 同 KK 園咧，跟住再叫人投資，其實咧老實講，再叫人投資落去佢哋嗰個貴公司裏邊個系統裏邊嗰啲不同嘅生意咧，佢裏邊有不同嘅生意運行緊咧，而進行緊咧捧住一班臭雞同埋賣淫集團進行運作嘅，一班差佬就進行提場，騎住班陀地就係收數嘅，就係收數咧搞啲細路仔唔俾人讀書寫字，唔俾人讀書寫字，搞出人哋知識嘅專係，佢就幫咗班人專係做呢啲嘢啊嘛，嗰班差佬就專係揾班陀地，就專係恰啲細路嘅。係啊，收啲學生唔準唔讀書寫字，嚇人哋家庭，跟住打碎人哋家庭，跟住強姦細路，強姦人哋老母，強姦人哋，跟住揾班人夾撚住咧，跟住騎劫佢，跟住恐嚇勒索，跟住冚住啲嘢，揾啲豬婆冚撚住啲臭口，攞臭口冚撚住啲嘢，跟住唔俾人知，跟住再用電影咧，跟住搞撚亂當嘢，跟住揾啲導演冚家產導演嗰啲編劇，撲街冚家產編劇，跟住印度過嚟嘅。搞撚亂曬當嘢，跟住又強姦細路，強姦嬰兒，強姦兒童，跟住hit and run，係做呢啲嘢咯。係啊，嗌交做緊呢啲嘢啊喺度，叫人哋，佢全部做緊呢啲嘢啊嘛。係啊，揾乜傻嘅冚撚住啲嘢，跟住另外出面有另一隻手咧，就喺度搞事啊嘛，揾班徒弟喺度收數啊嘛。喺度強姦勒索嘛而家，小良心啊，係啊，佢班友喺九記嗰邊，係咪上九記嗰邊？老阿斯巴，小良心啊，你咩啊？離譜就匿埋一班嘅，馬離譜就匿埋一班。LP 路，個又有批。係啊，小良心啊，你都係啊，走撚咗你另一邊。特登就冇撚住係翻工個鋪頭，跟住搞撚你鋪頭。係啊，揾啲陀地又睇撚住個場啊嘛。Really, I cannot sleep, I cannot think, I don't know, a lot of things inside my mind, what if, a lot of questions. I'm thinking, I don't want to die first. I don't want to die. Still have my family waiting. This one's one bag. Oh my god, is it? Wow. Ang tawa. We're so lucky really. A lot of people help us. Kỳ食撚咗你，騎劫你嘛，其實就係辦教會，就成日強姦勒索。冷血嘅悲劇。強姦勒索，虐待兒童，恐嚇勒索，奸淫擄掠就做呢啲嘢咯，奸淫擄掠不停做呢啲嘢啦。一步步將自己推向深淵。你出街咪睇啦，住你屋企啦，揾啲堂地喺你樓上隔離嗰個起間雞竇。令人意外嘅係多年之後，一位係獄中嘅囚友攞到博士學位，但後似乎又指向咗當年呢位兇手。今集就等你重新審視呢宗發生喺1997年嘅倫常慘案，大家回憶新嘅日更解碼。時間翻到1997年8月5號嘅深夜，香港警方喺一晚接入報案，指一名12歲嘅男童羅偉失咗蹤，而且屋企人仲接到勒索電話。警方迅速展開搜索，但冇人估到結局會係咁快同埋咁慘烈。喺距離男童失蹤僅近8個鐘頭，搜索人員就喺大埔沙南村附近一個垃圾站發現一具冰冷嘅屍體。將男人生殖器官煮到人肉火鍋，你聽過未？2005年喺黃竹洲一男一女嘅屍體喺個車入邊被發現，女死者胸口下方仲有一個好深嘅傷口，好似兇手打算逃出被害人心，但殘
他人順住線索一路查落去，居然發現喺相隔400幾公里外嘅湖北宜都，唔耐之前先發生過一單類似嘅命案。嗰次案件更加血腥，兇手直接將男死者嘅睾丸同陰莖割走，而兇手嘅身份更加令人震驚，佢哋竟然係啱啱獲得假釋同本外就醫機會嘅重刑犯。警隊制服本應係守護市民、彰顯公義嘅象徵，但當呢身制服被濫用，成為滿足個人私慾甚至犯罪工具嘅時候，佢所帶嚟嘅恐懼同埋傷害，絕對係遠超任何普通嘅罪犯。回顧香港歷史，警隊曾經爆發多宗轟動全城嘅桃色醜聞，由2002年位高權重嘅高級警司冼錦華被揭發以權謀私，多次接受免費性服務作為通風報信嘅報酬。到咗2008年，發生喺理應最安全嘅旺角警署裏面嘅強暴案，警員竟然利用職權將前嚟求助嘅市民變成自己喺警局內嘅獵物。呢啲案件最終都以涉案警員罪成入獄嚟告終。喺法律上，俾翻受害者一個交代。喺中間嗰個講述呢種悲劇，比上述嘅案件更加令人無言嘅蒼天。我屌你個咩粗叉㗎！你個死婆，我一捉你坐監啦，溫溫！有個死婆咧，就以為自己係八婆太，冚家產嚟㗎，冇撚嘢做咧，就搞嗰啲細路，唔撚俾細路讀書，唔俾佢細路寫字，而家華人咁冚家產啊！我打電話告鳩你啊！你冇撚鳩住我啊！你騎劫我啊！有乜同你搞鳩我啊？係咪啊？我屌你老母啊！我打電話帶過嚟睇緊住啊！屌你老母！冚家產咧！咩讀書寫字啊？喺度搞嗰啲細路可以坐地啊！強姦勒索啊！恐嚇勒索啊！強姦勒索啊！以為交把差佬，以為大撚晒！差佬邊兩個差佬啊？攞件嘢乜出嚟？邊撚過嚟㗎？你講住，出獄！你唔使講住！李婉兒喺1977年12月出生於一個普通嘅香港家庭，佢係屋企嘅長女，下面仲有2個妹妹同埋一個細佬。細個嘅時候，一家人逼喺東區村嘅公屋公園裏面過住平凡嘅生活。不過係佢10歲嘅時候，佢全家嘅命運喺時代上變。讀啲司法律咧，跟住咧就諗住執撚住你個口，係呢家咪班臭差佬咧，就為埋嗰班死臭婆香港串謀深圳咁樣跨境買入、跨境詐騙嗰班咧，開緊戰交會咧，就係想冚撚住嘢，再串謀帶埋再有啲律師咧，嗰啲師爺係咧，師爺仔嘅臭罪冚家產嗰啲，上啲臭文件咧，戰交處執撚住個口。而家就做緊呢啲嘢咯，你哋喺度，我全部計晒出嚟㗎啦，我鬼唔識做咩直到中三就無奈輟學。我廉政公署冇我都係咁撚嘢嚟㗎。廉政公署出動，佢因為腦部廉政公署出動，導致左半邊身體肌廉政公署出動，留低咗終身嘅後遺症，就係左腳微跛。呢個輕微嘅殘疾就好似一個無形嘅烙印，時時刻刻提醒住佢同正常人嘅唔同，亦令佢喺成長過程中飽受歧視。內心越